22億，22億係一個震撼人心嘅數字，亦都係一個非常鼓舞嘅數字。係啊，嗱，我哋創造到22億收視人次佳績嘅10套劇集咧，每一套啊都超過8000萬人次咁多嘅喎。咁好啦，不如而家我哋即刻見到呢10套嘅電視劇就係邊10套啦，好冇？嗱，第10位先啦嚇，第10位咧有88131000人數嘅係新紮師兄。咁而家有請張智霖、古巨基同埋梁漢文唱呢一首主題曲。磨練我心，讓心機變精幹，變得響當當。燃亮我心，趕走黑暗嚴寒，身經生死戰，心中閃閃而光。人海我崖中茫茫，我的心不再敢彷徨，齊齊來伴我啟航，歡呼聲風中震響。好啊，第9位啊！第9位咧就係有97916000人次收睇嘅大家族，而家請倫永亮同我哋唱出佢嘅主題曲。改變常改變，風雨前幾多不變，令你我一生破怨，令你我相見雖近，夢卻很遠。改變常改變，風雨前幾多不變，令你我相對中破欠，令你我相看苦笑，心中作戰。第8位98513000人數，絕代雙驕。唔該 ，Roman。天際一撇雲，生不了根，偏要跟他接近。風霜中往還，生死不必問，願你知我最真。係啦，咁就係有1億06989000嘅犀利啊！嘅人在邊緣，又再請倫永亮。你竟帶着愛入我夢魂內，求盡風雨內，縱多障礙，亦努力存在。我失去熱愛，別再望期待，如某天發現這黑暗時代，別意外。第6位1億17925000，今生無悔。再請 Roman。這常冷一臉我非偽裝，因時光一去無情，盡管